昨日政府公布新城 A 區5254個經屋單位嘅售價，以實用面積每平方尺2905至到3142蚊計算，對於青年家團係具有相當嘅吸引力。更值得留意嘅係，今次 T2嘅戶型佔咗85%，多達4478個單位，讓籌備結婚生育嘅青年家庭對於居住嘅安排有更清晰嘅預期。新經屋法將定位經屋為永遠性經，規定僅作長期自住用途，並且需要住滿183日以上，確保公共資源係精準投放。法律條文明確規定，沒有合理嘅解釋就會構成處罰。喺呢個制度上，資源分配同埋人性化嘅考慮之間係作出平衡，亦都係當局以民為本嘅體現。喺經屋永遠性經嘅條件下，建議可以進一步調整經屋批地日價金，適當下調經屋嘅售價，以減少居民經濟負擔。展望未來，政府正研究經濟房屋置換制度同埋未來5年房屋供需預測。我期望相關研究結果能夠加快政策落地，為有需要樓換樓嘅經屋家團提供數據支撐，讓大家喺結婚、生育、多代同住嘅唔同人生階段都能夠合理置換合適住所，發揮公屋最大嘅效益。婦聯將持續關注房屋政策，與大家共建美好家園。